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5年11月12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机器人。最近这个无論是資本市場還是這個線下這個機器人，人形機器人非常火最近這個南京新聞呢，它有個報道叫機器人企業騙局曝光，路演廳裡上演提線木偶，聰明投資人也栽跟頭。說什麼呢？說的就是咱們這個所謂的機器人企業良莠不齊，人工智能往往背後都是騙局尤其是現在很多機器人企業就是騙。他的文章這麼說的他說在人工智能浪潮的席捲下，具身智能機器人被視為 AGI 終極載體，一條萬億級賽道正加速展開，但喧囂之下也有暗影。日前，一名上海投資人劉善憲告訴南京記者，他們在考察一家人形機器人初創企業時，發現了明顯的水分。什麼水分呢？該公司成立於今年4月，既無研發中心，也無自建工廠，卻宣稱已首務5000多萬元訂單。創始人以中科院系自居，辦公區內陳列多款外觀前沿的人形機器人，試圖構建技術實力雄厚的企業形象。上述案例並非孤立。說某具身智能創始團隊成員李峰向南京記者表示其所在相關產業社群中，某家企業又完成了億元級融資，某大廠戰投已入場等消息不斷。但李峰也表示，當前市場上還出現了一些包裝精巧的具身智能項目，這類項目僅需幾步操作就能快速成型並登上路演舞台。李峰稱這類遙操作造假在機器人領域已是公開的潛規則。此外，某大學機器人系統架構師知乎創作者指出，除上述案例外，有團隊也常虛構成員背景，例如具有大廠背景或高校團隊身份等，而真正的在職人員通常不會公開以單位名義從事盈利活動，長期使用此類頭銜而未受追責的身份真實性往往存疑，需要警惕。這個說的就是一些具身機器人這個創業團隊造假有水分。令人意外的是，南京記者通過採訪得知，面對技術包裝，不少經驗豐富的投資人依然選擇出手。什麼意思呢？明知是個騙局，投資人還要投，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這個恐怕背後就有深層次的原因了，想騙一個更大的。多位投資人表示騙局得逞的背後不僅是技術認知的鴻溝，更映射出創投圈在歷次技術浪潮中反覆陷入了悖論。當害怕錯過的集體焦慮撞上以月為單位迭代的技術黑箱，理性往往讓位於恐懼，真實也容易埋沒於表演。轉手訂單加貼牌生產的模式，在劉善憲遇到上述案例中，面對無自有產能如何保障交付的質疑，相關企業創始人回應稱，可通過代工廠完成生產，並強調機器人編碼已開源，製造難度有限，認為訂單本身就是核心競爭力。這個多多少少道出了一些機器人的秘密。什麼意思呢？就是你這樣的賣出去，你能忽悠出去，這是核心競爭力，而不在乎你這個機器人有多先進，有訂單就行了。有了訂單，你可以讓別人幫你生產。而這個生產機器人怎麼生產呢？因為這個機器人的編碼很多都是開源的，但我們判斷其本質並非科技企業，而更像一家依靠資源獲取訂單進行貼牌銷售的貿易公司，其訂單真實性也難以核實。劉善憲稱劉善憲認為，當前人形機器人領域雖然熱度不減，但真正專注研發創新的企業仍屬少數。除部分已形成技術影響力的企業在持續推進研發外，仍有大量初創公司停留在轉手訂單加貼牌生產的淺層模式，甚至出現依靠誇大技術實力吸引融資的現象，這與前幾年人工智能行業發展階段有相似之處。劉善憲說但是這樣的企業，這樣的訂單一旦進入胡市那自然有人買單有金融消費者會趨之若鶩他們就喜歡聽這樣的故事。咱們講的這個是一級市場就這些風險投資基金，他們投了這些企業之後，最終是要去二級市場套現的，也是最終他們要把這企業包裝上市，賣給金融消費者。上述李峰提及的具身智能項
項目則更具欺騙性。據其介紹，這類項目往往在辦公區以紙箱、貨架搭建簡易的場景，偽裝成物流分揀系統。硬件上採用2套數字舵機、機械臂套件，外觀呈現4條機械臂協作，實際僅2條從臂具備動力，主臂僅做採集用途，組裝過程也不難。團隊用鋁型材將2條從臂固定，再在結構頂部安裝結構光攝像頭，以此營造感知執行一體化的假象，讓你感覺到这个机器人它是自己通过自主判断，对吧？跟着现场场景来马上来做出判断，怎麼處理，怎麼去安裝，實際上都是被操控的啊。李峰稱啊，軟件層面更具表演性，即在普通台式機上調用一些開源模型，提出目標，再借助 OpenCV 繪製檢測框疊加深度圖，包裝成具備多模態感知的視覺系統。完成技術包裝後，團隊便開始了路演表演。團隊便指着屏幕上跳動的檢測框，宣稱其大模型能理解世界上所有物體，先感知，然後再理解，然後再輸出指令，再做出動作。機械臂具備全自主分揀能力，再投入幾億元即可研發出 AGI 機器人。然而，這套看似流暢的自主分揀系統背後隱藏着一個關鍵的騙局。李峰告訴南京記者說，所謂的智能操作實為精心偽裝的遙操作，演示過程中數字舵機主臂的控制線被刻意延伸至畫面之外，有人員在投資人視線盲區手動操控完成動作，整個系統並無真正的感知與決策能力，卻被公然標榜為全自主智能分揀。關於這個有人來操控所謂的機器人啊，這些表演，我們經常感嘆說啊，這個機器人現在這麼厲害。咱們看視頻，看這些很多網上流傳的啊，覺得機器人很厲害。有的機器人在大街上追美女啊，對吧？有的機器人在大街上攔住人跟人說話，跟人打招呼。實際上這都是有人在這個視頻之外，在拍攝者的畫面之外啊進行操控的。大家可以看視頻啊。大家看這個機器人啊，其實它就是人工操作的啊，它沒有這個 AI 智能這個自己判斷能力啊。它其實背後是有一個人，你看剛才有個人，這個人拿着手機，不是手機啊，這個遙控器操作這個機器人啊。其實這個機器人是它不是一個自己判斷的，是被操作的。別墅裡面你好，偷雞，這是對面魚魚。偷雞。我送阿叔茶具、鹽木蝦餅，直接給我4個字飯：大展宏圖。大師親手提筆字，大展宏圖，翻來翻在辦公室，哎，大展宏圖，員工都點頭。有料，鴻運不能總是當頭。看到一個語數機器人啊，感受一下。你看，機器人在動啊，在跟觀眾互動，但是實際上呢，是他這邊在控制啊。你看，他這邊在控制。它其實沒有應用層面上的這個功能，它其實是一個概念的產品。像如果他在我們公司的話，主要就是負責接送客人，對，因為他是要手動，因為他是要遙控的，對，是。你不遙控它就不動是吧？你不遙控它就不動哈。是的，我不要把它操控一下。所以是你家它才等於 AI 機器，真正的機器人。是的。就你出腦子，它出手。是的。對吧？你出腦子，它出手。所以這就是一個玩具吧？9萬塊錢。你看這邊在控制。我看有些博主操控它经常摔跤啊。它基本上來說還是比較穩定的。啊。相對還是比較穩定，因為它有體重感。啊。所以這個語數機器人本質上就是一個站立的玩具不是一個我們意義上的人工機器人所以是這位女士在這裡控制動作，然後她在做動作，所以大家對機器人的夢想是應該破滅了吧 ？Boss， 好，哎呀，好，尾部動作，
都想用一次成功的踢腿动作获得3分。对，而且看他那个，梅开四分是直接把坐骑小将击倒，又起来了。6、5、4、3、2、1，报。哟，这拳给的可以，非常准的。再来一下，再来，这回要打中了硬肋啊！现在咱还真不能说软肋。哎呀呀呀 1、2、3，加油 ！4、5、不，这人已经变成格斗了，这不是纯的拳击了。接下来准备磨起来，对，带结束。对吧？以上视频就说明这个很多所谓的机器人都是人在后面操控。还有我看到很多这个机器人比武大赛、拳击大赛，都是有2个人啊在那个拳台外面拿着遥控器在那遥控，但是经常拍视頻的人、轉播的人他不讓你看見，你以為這2機器人在那打得有來有去的，還像那麼回事。說不僅初創團隊，部分知名公司也曾採用類似手法。他強調啊，遙操作本身具備技術價值，問題在於有人有意混淆人在回路的半自主與全自主智能，誤導投資人判斷。說實話啊，拿着遙控器遙控的，那不就是個大號玩具嗎？而亂象背後，或是具身智能賽道巨大預期之下引發的對資本的搶位。我倒是覺得啊，是資本市場缺少這樣的故事，這個金融投資者太需要這樣的故事，對吧？因為2級市場需要這個故事，1級市場才有去包裝的價值啊，否則你包裝你賣給誰啊？你賣給1級投資人，那人家沒那麼傻呀。1級市場投資人都是機構啊，一個比一個猴精啊，你想騙人家不容易啊，所以你騙他，有的人願意上當受騙，為什麼呢？是因為他覺得最終這個可以到2級市場，那這個就獲得幾十倍、上百倍的溢價，所以他願意，明知是騙局，他也願意往下騙，只要騙到了 IPO， 只要能騙到2級市場，一切就勝利了。2025年人形機器人與具身智能產業研究報告顯示，預計2025年中國具身智能市場規模將達到53億元，人形機器人市場更達到83億元，約佔全球一半。2025年前7個月，該領域國內融資事件已達141起，超過2024年全年，其中單筆過億融資51起，多家頭部企業累計融資額超過20億元。說有投資人呢，100個項目才投1到2個。值得一提的是，上述亂象之下，在科技創投領域，投資人被創業者誤導的現象時有發生。這個有投資人啊，對南京記者坦言說，任何一個新興領域都難以完全避免這種情況。這一現象在國際創投圈甚至被概括為先通過包裝製造假象，再設法彌補漏洞。當下廣義互聯網、人工智能等前沿領域的技術迭代速度不斷加快，導致技術認知的有效期大幅縮短。一旦脫離技術一線2-3年，認知就可能全面落後。許多曾被看重的技術背景，如今可能已難以真實反映當下的研發能力。這個就很多那個技術大牛啊，碼農找工作的時候，人家就會問他，哎，你這1年幹啥去了？如果你說這1年我送外賣去了，那恐怕人家就不要他了。為什麼呢？就認為你脫離了技術前沿，你就是在大廠上班啊，你被大廠裁掉之後，你沒有再從事你這份工作，在這個你對當下最流行最前沿的技術你不了解，脫節了，所以他就不要。所以很多人就被迫他就編他的空窗期啊，他就胡編他幹什麼，還是從事什麼，對吧？技術開發碼農。你要說你是開網約車，那就不行。他舉例說就在1年多前，行業還普遍認可具身智能的 VLA 技術路線，認為可以將複雜規劃任務完全交由大語言模型處理。但幾個月後的實踐就證明，大模型在規劃任務上可靠性仍顯不足。在這種技術路線尚不明朗的背景下，怕錯過心態成為影響投資決策的重要因素。適度的這個 FOMO 是合理的，也就是這個怕錯過因為成功的企業需要在關鍵時點做出關鍵決策。他以通信行業為例，諾基亞因猶豫而錯失智能手機轉型機遇，摩托羅拉則因過度超前一心計劃陷入困境。他這個說法都不太對啊。諾基亞不是猶豫，諾基亞根本就不猶豫。諾基亞在蘋果在做這個 iOS 系統的時候，諾基亞就已經有了一個塞班系統也是智能操作系統手機
对吧？智能手機啊，操作系统啊。諾基亞的問題在自我革命，就是自己革自己的命。蘋果也是在革諾基亞的命，諾基亞也是自我革命，那自己對自己下手還挺難的啊。革別人的命容易嗎？面對技術與市場的雙重不確定性，投資人的風險邏輯也在不斷演變。高收益必然伴隨高風險，這是基本規律。投資人不應追求無風險的高回報。在他看來，投資人的核心職責並非精準預測未來，而是有效識別真實價值，剔除虛假包裝。這倒是啊，就是你首先你要看明白哪些是騙子，哪些是騙局。只要他不是騙子，不是騙局，真實的在搞科技、搞科研，对吧？那他未來怎麼樣？這個其實不應該過度追求啊，對吧？首選你要把騙子踢出去。面對技術快速迭代帶来的挑戰，有專業投資機構在謹慎應對。以投資部分巨升企業的叫陳濤資本合夥人肖一婷向南京記者透露啊，他說我們投資團隊包括麻省理工的什麼博士、牛津的博士，市場化的 GP 主要是靠專業吃飯，所以前台都是理工科博士。在肖一婷看来啊，專業投資人必須具備過硬的技術鑑別能力，專業投資人是不會被騙的，被騙的投資人就是功課沒做足。他坦言，當然技術好也有成功和失敗，但專業判斷是投資的前提。當前巨升智能企業確實存在濫竽充數。肖一婷表示，我們有時候看了100個項目才投1到2個。這個不光是巨升智能企業啊，其他行業也差不多，高科技行業都是這些風投啊，天天看項目，一天看4、5個、10來個，最終投的也只有1、2個。那不光是機器人行業啊，這就是風投的這個他們的工作啊，他們性質決定的。不過投資行為往往有時也關乎預算邏輯。深圳某投資經理向南京記者透露，為運完當年額度，維持來年預算，即使項目存疑也可能投資。當然，某些基金核心收入是管理費，且風險本就是預期之內，那麼虧了也就成了合規的常態。這個風投啊，這基金啊，股權投資啊，這些裡面黑幕本身也很多。大概這個就不光是機器人行業了啊，其他行業都有。所以我們聊的主要是巨升機器人、人形機器人。现在巨升机器人、人形机器人非常火啊。實際上啊，這個火是虛火。我們通過這個媒體報道，通過這個鋪天蓋地的這些視頻啊，讓我們感覺機器人這一次又要遙遙領先了。甚至啊，這個小鵬機器人不是，小鵬發布了一款機器人嗎？這個機器人走路的步態啊，就是模特步啊，貓步，而且走得非常絲滑，簡直和真人一模一樣，連外國網友啊都感觉不可思議。原來我們的機器人已經強大到讓別人無法想象，這是真的嗎？真的是這麼回事嗎？實際上啊，今天啊，你要去看看美國的機器人，已經可以翻滾跳躍啊；英國的機器人呢，已經可以和人做臉部表情互動。日本的機器人早就能抬病人上床，也就是這些啊，顯得是奇技淫巧啊，微不足道，美西方早就會了。我們應該感嘆的是什麼呢？就是我們應該反思思考的是，蘋果手機出現以後啊，無數手機宣布遙遙領先。特斯拉開放專利後，每一台電動車都宣布自己彎道超車，尤其是對吧，這個汽車啊，簡直超得讓人家對吧都無路可走啊，直接超得跟你一模一樣，連外形就問你服氣不服氣。就我想到了啊，咱們有的同學小時候抄作業、抄卷子，把名字都抄上了，你说这個老師能不生氣嗎？太不認真了。這個咱們新能源汽車也是啊，對吧？抄那個保時捷是吧？保時捷兩個那個排氣管是吧？兩個进氣管，人家那是进氣的風道是吧？人家那個設計啊，主要是為了這個加速提速，然後那個進氣，然後進發動機，對吧？那人家是內燃機啊，就你個電車你抄那玩意幹啥？後來很多那個車主啊說發現這個那兩個大，而且還說是鋁合金的是吧？鋁合金貴啊，鋁的東西貴你知道吧？完了說原來這玩意是養魚的，說菜市場買了魚之後啊，放點水放裡面，把魚放裡面，魚還能活着到家。那兩個那個進氣口，一下雨裡面還積水，也就是你抄也不抄一點什麼道理的吧？你把它搞明白，人家這玩意是幹啥用的？是給那個發動機进氣用的。你個電車你也不用氣，對吧？不用空氣，這真是現在抄卷子把人名字也抄上了。關鍵他抄完之後，他說他遙遙領先，這你就沒辦法了。為什麼我們的技術的進步總在這種
種特殊的時刻出現。為什麼我們的領先總在別人有了之後，我們就超過他了？所以其實我們更應該思考的是，究竟是因为我們領先，還是因為別人進步的太快了？現在這個 Sora 生成的視頻啊，已經和真實場景相差無幾。我現在經常刷到這個 Sora 生成的視頻，當然了，這個跟真實的還是有點感覺啊，還有點差距，但是已經是惟妙惟肖啊。現在最流行的一個段子就是黄仁勳失去了東大市场，只好跑到韓國去借酒浇愁，什麼一夜愁白了頭，然後又說韓仁勳呢，你趕緊回來喝一頓魚頭酒，或許還有救。然後又說啊，西方那些都是奇技淫巧啊，我們孔孟之道，經常刷到這個，還都是那個 Sora 生成的。確實啊，已經和真實場景相差無幾了。腦機接口啊，很快就能讓盲人重見光明。人工智能已經將新藥研發周期從10年降到18個月。當我們還在慶祝模仿的成功，而別人已經在各個領域改寫規則。所以啊，別人真正領先的是什麼呢？是科技嗎？還是人才？其實都不是啊。山姆超市裡啊，大部分產品都是我們的，蘋果手機也幾乎都是我們工廠生產的。蘋果手機國產化好像90%幾嘛，那特斯拉也一樣啊，特斯拉99%都是國產化。可為什麼到了他們手裡就變成了高端？咱們都知道啊，今天能夠做出高端光刻機的，還有什麼极紫外線啊，只有荷蘭的這個阿斯麥。為什麼阿斯麥不生產自己的芯片，不自己設計芯片呢？原因很簡單啊，如果他不把自己的蛋糕分給別人，他就造不出來。最基本的一個邏輯就是，如果他既想要設計芯片，也想要生產芯片，美國可能就不會給他這個光源，德國蔡司啊也不給他鏡頭，他就不可能造出世界上最先進的光刻機。所以說科技進步啊，本質是什麼呢？不是你的人才，也不是你的什麼原始積累，而是你的開放程度，是你和世界深度綁定的程度。阿斯麥啊，作為唯一能夠造出高端光刻機的公司，其實啊也沒有多少自己的核心技術，所以它真正成功之處啊，在於它把整個世界都變成了自己的實驗室。每一台光刻機都是全球2000多家企業共同完成的作品。所以阿斯麥啊，靠的不是封閉的秘密，而是開放的信任。但我們常常把自研當口號，卻忘了合作才是進步的起點。技術啊，永遠不是閉門造車，而是互通有無。一個只想着防別人拿走技術的地方，最後他也不會有什麼技術。很多人直到今天都不知道啊，特斯拉為什麼要開放專利？很簡單，保護專利是為了提高原創者的積極性，開放專利呢，是讓你成為行業裡無法超越的存在。也就是說啊，這個面對高科技，面對機器人，面對芯片，我們還沒有學會走啊，就要跑了，又要彎道超車，又要遙遙領先。而這個彎道超車、遙遙領先，往往都是一些騙局。所以說，我們還沒有從人形機器人中嘗到甜頭，但是騙子已經開始喝第一道湯了。這個無論是人工智能，還是機器人，還是元宇宙，任何新概念、新技術啊，都是騙子先來，騙子先賺錢。為什麼呢？根本上啊，也反映出我們對技術的一種渴望，就是我們老百姓太看重技術，太希望在技術上面超越。正因為我們對這個抱有執念，所以騙子他这些土壤呢，對吧？如果你要跑到非洲去講這個機器人的故事，想跟非洲人搞點錢，非洲人估計不太理解，也不太搭理你，對吧？高科技啊，任何一個新概念在我們這兒都能掀起一陣旋風。這個根本原因啊，還是我們太向往科技，然後呢又不能腳踏實地的去幹活，所以總想走彎路，總想投機取巧，總想彎道超車啊，所以這個騙子就橫生。正因為騙子橫生，造成劣幣逐良幣，真正搞科研的人在中國恐怕待不下去，或者他不一定能拿到融資，資源向這些騙子企業傾斜。我們的地方政府也喜歡听這樣的騙局，能說會道，然後有市場，他往往能獲得這個更多的青睞和資源投資。但是真正的黑科技，真正的埋頭搞科技的人，他得不到。大家也知道啊，零的突破這個風險是非常大的，成千上萬的人去搞零的突破，意味着你很多投資要打水漂的，要實現零的突破啊。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很少有零的突破，因為大家不願意，我們只想彎道超車，所以剽竊，對吧？抄襲、改頭換面就成了常態。所以當小鵬啊推出那個機器人的時候，因為他走得太絲滑了，走得太像一個女人，對吧？一個模特，所以大家都懷疑啊。很多人說，裡
面那個機器人裡面是真人在裡面走，給他穿了一個外衣。還有人說，對吧？你看那個機器人，你看那個好像戴了個胸罩，那個輪廓都出來了，有內衣啊。然后你看那個機器人在裡面耳朵鼓出來了，最後這個小鵬啊百口莫辯啊，沒辦法，那個小鵬呢好像那個經理吧，總經理老闆當場搞了個視頻，把那個機器人的外面的這個衣服啊給他拉開了，再走一遍。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其實這就是塔西佗陷阱呢。就是你中國你搞出這東西，人家是不信的。為什麼不信？就因為你的騙局太多了，這就是塔西佗陷阱嘛。你越解釋，人家越不信。為什麼會出現這情況？不就是騙子太多？這不就是劣幣逐良幣嗎？當然了，如果你非要把這個當做一個技術進步路上的必須付出的學費和成本代價，那咱也沒話說。但是誰能容忍一直讓你，對吧？這個彎道超車呢？誰能容忍一直讓你站在別人的肩膀上去比賽呢？這個大家能理解吧？你老這麼幹，你老遥遙領先，最終啊，恐怕你還得自己去實現0到1的突破。這個也反映出啊，咱們國人呢做事很难說腳踏實地，很難說埋頭真的是從零做起，我們都做不到，因為我們太想成功啊，我們太想脱颖而出。就我们每个人都想着是不是说我们要把这种东西搞明白，我们想的更多是彎道超車，遙遙領先，然後就投機取巧。正因為你有這樣的心理，所以騙子才會應運而生啊，對吧？正因為是這樣，所以我們你看啊，改革開放30年了，這個經濟已經發展的不錯了，就是第2大經濟體，按理來說科研經費也夠，但是我們到現在，對吧？這個諾貝爾的科學獎還是顆粒無收啊。當然了，也有人說了啊，我們經濟發展是我們的科技發展，不是為了，對吧？去拿某些獎項也不能衡量我們的這個技術水平。這個你要這麼說，我也沒辦法，對吧？就好比那個奧運會金牌拿多了，那就是我們水平好；拿少了，那就是啊某些運動的這個獎牌不能代表我們的運動水平，對吧？要拿多了就是老子天下第一，誰敢來戰；拿少了就是那獎不能代表我們水平。這個解釋也能這個自圓其說啊。所以說我們還是要腳踏實地啊，我們需要科技啊，但是這一切都需要腳踏實地。科技的發展是造福全人類，對吧？最終每一個民族、每一個地區、每一個人都會因這個科技的進步而受惠而受益啊，只是早晚的事情，只是先後的事情。好，這期節目啊，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